12月季节上没有桐花，徐国生手里还有桐花的记忆。油桐花的果实去组合的蚂蚁，那脚是竹子，那身体的部分都是油桐花的外壳。发现油桐花的果实有漂亮纹路，徐国生做出与众不同的昆虫雕刻。10几岁开始做木雕，学得扎实的技术，在不惑之年惊觉，内心里一直有创作的想念，把自己回归于零，重新拜师。他就拿了2只铁棒叫我磨刀子，然后我刀子磨好以后拿去给他看，他认为OK， 然后他开始就教我竹雕。把图都装在头脑里面，因为你刻的时候那些线条都没有了。不断挑战自己，艺术创作的能量在不同的媒材上呈现。徐国生还擅长花模金属雕刻。目前台湾也应该找不到5个人，因为它完全就是手工。刻这个花纹，你要先了解它的花纹的深浅。天初愛三忙才會成功，一定要努力才会成功，对不对？天初愛三忙才會成功。也发挥客家人勤俭不浪费的精神，结合木工技艺修复旧家具。80年历史的化妆台，木料实在，逐一的细部修整，又能焕然一新。因为他们都舍不得丢掉，因为我会去把它还原到正确的位置，就是要尊重之前的老师傅做出来的东西。你很开心做这个事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，我刻了一个那个石雕，上面写“自得其乐”。自得其乐之中，徐国生说要维持自我挑战的信念，才能在创作之路继续走远。天初愛三忙才會成功。天初愛三忙才會成功。谢谢宗宇老师。